李初瑶，老师为你安排了一家公司去实习，这家公司叫互助社交，是行业内的翘楚。它在杭州也有办公点，和你的计划不冲突。您放心吧，老师，面试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，绝对不会给您丢人的。初瑶啊，初晨在你那儿玩的还好吧？你就放心吧，妈，他这几天天天往外跑，故宫、颐和园玩了一个遍。我现在给他买了午餐送到宾馆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就放心吧啊，我们学校旁边的宾馆，既安全又干净。你到了吗？让我和他说说话。到了，等下我看一下啊。还没起来呢。这都几点了还没睡觉啊？你让他起来接个电话。给。哎，初晨啊，在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啊？挺好的，就是太干燥了。天气热了啊，多喝水，听到没有？不是特别热的时候不要吹空调啊。好的，知道了，妈。不要写数理化了啊。一支由年轻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，近来以售卖高科技产品为噱头，涉嫌诈骗。警方目前已介入调查。下面是财经方面的报道。考个好大学也不容易，怎么就不好好读书呢？初晨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你还不放心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哎，你给我关了干嘛呀？看个电视都能去的，也不知道以后哪个倒霉小子会娶你。追我的人多了。妈今天打电话呀，主要是怕你在外面贪玩，不想回家。不过呢，我跟他说了，我在这边看着你，反正我的培训班今天最后一天课了。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问我带贷款。姐，你也过来吃吧。我吃过了。好吃啊。那不能白吃吧？哎，吃都吃了，不能吐。初晨，今天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面试，要不培训班的课你去帮我上吧。哎呦，李初晨，哎呦，你帮我上吧，求你了！我今天真的有个特别重要的面试，好不好？我到底是来玩的还是替你打工啊？你就帮我这一次嘛，好吗？我的好弟弟。下班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啊！好了，行啊！钱呀，还有钥匙啊，我都给你放在这儿了啊！你一会儿坐公交车去，下班了我来接你啊！我先走了啊！姐。喂，思怡，我这边有些情况，现在过不去了，你就按照之前计划谈，钱和约好以后，不要不敢要价，就这样。请几位跟我来吧。大家休息一下吧。洛叔，怎么样？他们现在给的报价是500到700万。500到700万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了，要不咱们答应吧？你先按照1000万报。不是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互助这边派了几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问了咱们一堆答不上来的问题。快来吧，只有你能搞定他。我这边暂时还走不开。这样吧，你就保持手机畅通，我电话里和你说。好吧。
我叫黎舒瑶，这是我的简历。看来你在北大上了几年学，学校并没有教会你如何体面地参加面试。这种场合，你的着装不但代表了你对工作的态度，同时也表现出了你对大家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尊重。但现在我对你很失望。记得下次穿正装来公司。好，我回去就准备。首先，我先回答王经理关于盈利点的问题。首先，我回答王经理关于盈利点的问题。其实，国外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起5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发展远程医疗了，如今效果斐然。我们国内只是现在的市场还没有打开而已。您怎么就认为我们的手环在国内没有发展前景呢？数据库是我们产品研发的基础，但并不包含在我们产品的销售里。当然，如果贵公司非常看好我们的数据库，我们也不排斥把数据库打包销售给你。只是这些数据都是我们自己收集和分析的，这个价格自然是低不了。说的不错，你继续保持就行了，好吧？局长，局长，你帮我晚上下去去个厕所，别死了啊！我觉得你对于你们公司这款产品的性能而言，还是过于的夸大，它根本就不值你说的那个价。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绕他身后，绕他身后。对，捡东西，有什么捡什么，快快快！打他！下手啊！打！打！800万的收购价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啊，吴总。800万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800万，刚才不是说好了1000万吗？那如果我们都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先别签，不够呛。你们先玩啊，写完作业赶紧回家。我现在就让法务起草。啊？黄秘书，不，吴总，这个我可能还需要请示一下我们 CEO 李洛书先生。哎，他正好在来的路上了，让他当面跟您谈吧。你好，身份记录是吗？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信义科技，韦教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李总，刚才我们已经和牛小姐就价格问题谈定了，想必你已经很清楚。请问在座哪位是常大乐先生啊？你好，李总。常先生，我听说您早年前也是在自己创业，那为什么放弃了？一轮融资的时候，我接受了过高的报价，当时呢，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，后来才发现盈利难度越来越大，收支根本达不到平衡，经营状况也一路下滑，还等到第2轮融资的时候，我也就只剩被收购的命运。天天啊，要价过高，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就是没有什么经验。融资和并购可是2种完全不同的形式。再说，我们和常先生的情况也完全不一样。据我所知，市面上我们的核心技术可是独一无二的，要不然我们的吴总也没必要亲自和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谈价格。我们还是来谈一谈收购的事吧。1000万。
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愿意和董事会再争取一下收购的价格。哎，莫叔，咱们真的值1000万啊？看他们现在的反应，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估值还不止1000万。吴亚军现在约咱们明天接着谈呢，那咱们去不去？去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回去等我信。哎，喂，那明天怎么着啊？你干什么去了？家长给我打电话说上课上到一半，老师不见了，给我解释一下。我错了，姐。主要是你辅导的这些学生吧，这太优秀了，这我一点空间都没有。那我就不如出去转一转。你说这么扯的理由，我怎么能说呢？你能不能有点正经事？李书晨，你多大人了？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口碑全被你给破坏了。你说你来这个公司多少天了？我就求你这么点事，你就不能帮我办好吗？你出去贪婪已经差这一会儿了。你什么时候？行，今天最后一天了。我收拾。烤盘披萨是本店的特色，二位要不要试一下？要这个吧，8寸的。好的。楚晨啊，你说我是不是太不会打扮了呀？你好像穿什么在我眼里都差不多。怎么，看上谁了？没有。今天我去面试的时候，面试官说我衣不得体，还说让我下次复试的时候穿得好一点。我觉得我穿的挺好的呀，干干净净的。就因为这事儿啊，咱们家人靠脑子，不靠打扮。脑子又不能拿出来给人家看。行吧，那明天我陪你。你这审美，算了吧。怎么也比你好吧？这里面的衣服一看就很贵，要不咱还算了吧。试试又不要钱，就这家，走走。这价钱能抵我2个月工资。先试试再说，拿去。没问题，这位女士，您跟我这边来。行。您好，想麻烦您一下，我能不能先付一半价钱，然后等着出链得的说这件衣服现在打5折？没问题，先生，您对自己女朋友可真好。好。怎么样？换身衣服是不是感觉自信多了？是挺好看的啊。哎，不过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这么会给女孩挑衣服啊？你告诉姐，你是不是偷偷交女朋友了？没吃过猪肉，还不会给人挑衣服吗？哎！
喂，连长，我先走了，你去宾馆等我，别往那儿跑啊。这么淑女都不会啊？去吧去吧去吧。定位发给你了，在这儿接我。我都带来了，在家里都弄成准备了。好，跟我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徐总今天事情比较多，所以可能得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。啊，没问题。小李，哎，给会议室送几杯茶。好。哎，反正我也没事，要不我帮你吧？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儿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抢劫、诈骗。就你们这种行为啊，那就是属于强盗行为。还有，你们东西经过用户体验和测试了吗？那么高的价钱，你们也敢张口？怎么办？一支由年轻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，近来以售卖高科技产品为噱头，涉嫌诈骗。警方目前已介入调查。那既然常大磊先生对收购我们有这么大的意见，我觉得也没必要勉强。你们这种把戏我见得多啊！拿着一款不成熟的产品过来哄抬价格，别说800万、1000万，200万我都觉得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其实昨天你走了之后呢，我对你们的产品又进行了重新的评估，1000万的收购价格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1000万是我昨天提的价格，今天我要1200万。这200万就算是常先生为我们争取的吧。怎么样？面试顺利吗？收到回复啊？老大这次报价报了1200万，真有魄力。哎，这可比当时他们压的200万整整高了1000万呢！哎，你看见没？那姓吴的脸都白了。那我们不是已经发了？咱们差不多得了，别太贪了。就是，况且咱们创业的第一笔钱还是学校资助的。通过这2次试探，我更确定我们的市场估值不止这个价。既然我们的产品属于技术导向型，那主动权就在于我们。我们再等一等，这就叫欲擒故纵。常大乐科技进步2等奖。你真是昨天那团队负责人的姐姐？对。我弟弟他是和你们一起做生意了吗？你弟弟没和你说吗？这个常大乐的行为真的很奇怪，找机会还是应该试探一下，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。哎，
我说你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不就一个长大乐吗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在那儿吗？喂，你马上回酒店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别废话，现在立刻马上回来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一个人怎么搞定长大乐啊？你可以了，就一个长大乐，加油！我说什么呀？你这弟弟啊，还真挺年轻有为的。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可没这魄力，胃口那叫大呀！这么年轻就会敛财，敛财？哎，何止是敛财啊，那叫一丧心病狂啊！圈钱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啊！你呀，真得好好劝劝你那弟弟。咱们呢，也真没那么好骗。现在回头吧，还来得及。我呢，也是出于好心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带着弟弟离开北京，要不然回头事儿大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姐，你这是干嘛？给你收拾东西，赶紧跟我回杭州。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你说我来北京这一趟，故宫、颐和园还没去过呢。再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。李初晨，你在杭州待了20多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北京还有朋友呢？我就不能有个北京的同学？得了吧你，我有谁呢？你几个狐朋狗友我还不知道。你这几天是吃强药了还是怎么的？还是又被人甩？别跟我贫嘴啊！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最近看你就不对，哪儿都不对，赶紧给我回杭州，什么也别想。回杭州之前，手机就放我这儿，别想要回去。啊！还让不让人过呀？你这就是在禁锢一颗少男萌动的心呐！拿回来，票已经订好了，明天就走。不能这样吧？放手！嗨，嗨，哎，我找你有正事儿呢。什么正事啊？我想找你聊聊咱们融资计划的事儿。等会儿，咱们，什么叫咱们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现在这事儿已经不归我管，你找我没用，找吴总去。你站住！大乐哥哥，我们虽然是自己创业，但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公司，不是你说的什么诈骗团伙。我找你呢，是想请你指点指点我们。你看，你是过来人，经验多，赏脸跟我单独聊聊呗。必须走了，必须不能再多留一天了。不行。你这次回家怎么带这么多行李啊？反正有你在，给我当个苦力呗。这么多行李，明天怎么办呀？我去前台要个行李车。哎，站住！坐下。就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哪儿都别想去。听到没有，李初晨？你不是说他有事儿，脱不开身？我跟你聊。服务员。那咱得聊正事儿呗，再不聊正事儿，我就先撤了。哎，别，聊正事儿。你什么星座啊？哎，我
说你这都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？我对星座感兴趣，我看看咱俩合不合。我跟你啊，我要点点。你点。啊。吴总，新艺科技那边是您安排常大乐在跟他们单独接触吗？没有啊，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昨天我看到常大乐和新艺科技的牛思义在楼下咖啡厅，还以为是您授意的呢。他们都说什么了？说什么倒没听清，但他们聊得挺开心的，有说有笑的，气氛很融洽。很融洽。姐，那个手机是不是可以给我了？不行，回杭州了再说。一会儿韩子墨他们过来接咱们，你呢就乖乖的回家啊。哦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李洛书，关键时候你怎么还关机了呢？海水啊，接风宴都给你安排好了啊，就在我新开的酒吧，你也过去看看。这也太着急了吧！我再怎么也得回家一趟，把行李送回去。这个没事儿，先把你送回家，跟叔叔阿姨打声招呼，咱们再撤，这样你来得及，不耽误啊。姐，手机。没门。这么多东西啊，朱瑶，再不你让他俩帮着拎上去吧。放心，就送到门口，不会打扰到阿姨的。不用了，我家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这些东西我弟自己能拎上去。那好吧，那你一会儿记得过来啊，不许放鸽子啊。走。我们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哎呦呦！哎，你怎么让你弟搬这么多东西？你去搭把手啊！哎呀，哎呦妈呀，他都一大男人了，拿这点东西怎么了？什么大男人啊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！他就比我小1岁，孩子什么呀？那你也不能累着你弟呀！来，我看看瘦了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妈，出去上学的是我，他才离开家几天啊？这还吃醋了？来，让妈看看你变样了没有啊？瘦没瘦啊？本身就。想吃什么呀？晚上我让你爸给你们做。我不在家吃了，我有几个朋友说要给我接风。不在家吃了？你们吃吧。那晚上早点回来啊。行。你不是老是在家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走，赶紧走，别回来。哎呦，欺负你！哎，干杯！你们先吃啊，我上个厕所去。丽宇，我觉得这出有事儿，你觉得呢？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这榆木脑袋，你知道什么？我也觉得是。李洛说你还活着呢，我这边都炸锅了，你知道吗？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有些事情回杭州了。什么？你回杭州了？你们和其他公司谈的怎么样啊？出事儿了！现在其他公司都不跟咱们谈，听他们说，好像是互助社交公司已经买了咱们的专利。这个吴亚军居然耍这种小聪明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很被动。他们这么做主要是想阻断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合作，这样主动权就在他们手里了。一定是常大乐那个小人干的。不过这样反而显示了对我的重视程度。他们这么一搞，在北京可能也很难用到死了。你们先回杭州吧。哎，等等，他们要我下午去开会怎么办啊？又开会啊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？倒真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弟好像进了一个诈骗团伙。诈骗？怎
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弟不是还上学呢吗？我倒希望是我搞错了。李总。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互助社交了。常大乐在吗？不在。那好，老办法，我说你付出。又来这套。李川，你这次准备什么时候回北京？我不准备回去了。啊？你学习成绩那么好，你老师没让你保研？哎呀，他家什么情况你又不知道，肯定是自己不愿意保研的呗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想赶紧找个好工作，让自己安定下来。这个好说，你直接去我们家公司上班，想要什么职位随便挑，没有搞不定的。我自己就能搞定的事情，别麻烦你家里人了。不过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实习的事儿了？你想，如果你能在北京的大企业有一个实习的经历的话，那你回杭州找工作会方便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在乎这些？其实秦云说的跟我们老师说的差不多，不过我现在也顾及不了这些了，我也不能把这个家都交给我弟承担啊。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多想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我们李总临时有事儿先回杭州了，我能代表他。好，你和他说现在融资的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。融资的事儿现在不重要。那牛小姐的意思是，现在最大的矛盾是贵公司好像对我们的产品没有足够的尊重。我觉得这样勉强合作的话，将来沟通起来也不会很愉快。所以呢，事后我们也联系了一下常大乐先生。事后呢，我找过一次常大乐先生，本来是想把误会解开，可是没想到他私底下对我们新艺科技仍然是傲慢无礼，甚至出言羞辱。我回来啦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们准备。等你弟弟回来以后再说吧。啊，我弟不在家呀。他说他北京来了同学。北京来了同学？吴总，这个牛小姐说的有问题啊。我当然发现了。你把新艺科技给咱们的手环材料全部交给技术部门，让他们赶紧破解。我们一定要在对方之前申请到专利。哎，姐，帮我接个电话，你不知道哪家，我一直给我打。我打的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哎，不用，你看啊，这全都是你爱吃的，我今天就准备给你露一手。你这是告诉我你长大了？长没长大你自己看不出来。你再怎么长大，在我眼里都是小孩子。是。我一找不到你吧，我心里就发慌。我一发慌，我就觉得你要给我捅娄子。净冤枉！那你说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找同学了。别骗我啊！我骗你干什么？这样，走吧。走。我们回来啦。哎呦，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？哎呦，我这个长大了的弟弟呢，是要给我们露一手，我等着吃好的好饭。就你呀，今天第一天回来，什么都不准动啊，让你爸做给你们吃，听到没有？看看，看买这些。你呀，歇了吧，这么好的东西糟蹋了，慢点啊。你们俩歇着吧啊。那我只能明天再做了。雷声大雨，话真多。
黑蜘蛛黑客程序功能非常强大，操作简单且容易上手。只要有一定电脑基础的人都很容易掌握黑客程序的用法。这小子还是黑客。如果用户在电脑上进行网银交易，远程屏幕监控就会暴露客户的账号与密码，这次交易就让他损失了2000万。李初晨，你怎么了，姐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爸也在呀，爸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补课呢，最近接到好多在网络上的诈骗案，我所里边让组织学习分析案例，防患未然。我平时不懂这玩意儿，我让你弟教教我。就是，哎，你这孩子这么大个人了，上你弟这屋也不敲个门呢，愣头愣头。我没敲吗？敲了吗？没有吧？我怕打扰妈休息。哎，正好你过来，你也看看，现在好多大学生也被骗了，在网上。来。你可不了，你们学吧，我就不学了。我就进来看看我弟睡没睡，要睡了的话，我给他盖盖被子。你睡觉踹被啊？不踹。喂，爸，怎么样？查到了吗？是我记过了，没想到这小子啊，竟然从浙大休学了。休学了？啊，你也没想到吧？那出来这得多着急啊！不过除了这点啊，他也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，连个处分也没有。那这也太奇怪了！你说他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，非得休学啊？要想搞清楚的，还得继续查。行，那你先查吧啊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。OK，放心吧。拿手菜来了！哎呦，这鱼做的真不错哈！来吃饭。哎，停会儿，我让你煮那俩鸡蛋。哎呦，你跟你说，你这不时不赏的，怎么想得吃鸡蛋？我给你包啊！哎，这2个鸡蛋啊，得我亲自包。你看你们这些人啊，平时都以为我老糊涂了，其实是你们记性不好。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今天啊，是初晨的阴历生日。你看看，都忘了吧？所以呀，我让你煮2个鸡蛋，给初晨啊滚滚运气。李杰同志吧，不是我批评你，典型的封建迷信思想啊！只要滚运气好使的话，我给儿子买200个鸡蛋啊，让他吃饱了啊！你少拿你那警察的口气跟我说话，是吧？那我给他吃2个鸡蛋怎么了啊？这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吃完这鸡蛋，考个好成绩来，多好啊！来，把鸡蛋吃了。哎呦妈，我最近也找工作呢，给我吃吧，我也想。哎呦，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要想吃的话，让你爸再给你煮啊。这2个鸡蛋是给初晨的。来，妈，我是哎，你停！你们这一老一小的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不懂事儿！要再这样，我生气了。初晨，别管他，来把鸡蛋吃了啊！妈看着你吃。哎。吃啊！谢谢妈。哎呀，你这家伙！我也光顾运气。滚！你咋一天都光顾运气？
老头子。全都吐了。真没事啊？好像是有点不舒服啊。啊！看来以后得你伺候我了。伺候你个屁啊！伺候你喝西北风吗？我看看，你真没事啊？这个，哎呀，真没事啊，药都吃了。我看哥，这样。哎，行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来洗一下。多悬！哎，爸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难得呀，说来听听。诈骗未遂是怎么定罪啊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了？没有，我就前几天看电视剧，上面说什么诈骗，我又没看懂，所以我就过来问问你。这个诈骗啊，虽说是未遂，但同样是诈骗罪，只是其犯罪的形态是未遂，量刑的时候会适当的倾斜。不过，这个诈骗虽然是未遂，但是量刑的时候依然是按照既遂来看。这么夸张啊？这怎么可能嘛？还是小看他了。没想到这小子啊，跟北京互助社交公司之间有1000万的利益关系。不是，你消息靠谱吗？开玩笑，我韩子墨拿的消息什么时候不靠谱过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李帅啊！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今天晚上算了，太晚了，明天约他出来当面说明。也是哈，你现在告诉他，他也只能干着急。起床啦！那个，我要洗衣服，你有要洗的吗？一起啊！哎，呀，哎，你知道现在人什么值得怎么裁人？这被条无情的狗命，你知不知道？姐，你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？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你看看大街上低头玩手机的那些人，不就像被狗链子拴住了一样吗？人现在发明手机都是为了节约时间的，到你这怎么就变成浪费时间了？说你呢。还有，看啦！你说的都对，行了。要不这样，今天咱们两个都把手机放在这儿，谁先看手机，谁是小狗。行。谁看谁小狗？哎，来信息了，不看啊？不看，人还没做够。
谁先看谁是小狗啊？小狗。Hello， 你要知道，咱们公司对收购他们公司是很感兴趣的。如果因为你的这种个人行为而影响到我们收购计划，那对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？现在公司要求你去杭州，给李若书先生当面道歉。海乐哥哥，哎，张宇，快泡杯茶。我们这没有热水。那就喝这个。没事，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感受。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产品被人贬得一文不值，搁谁心里都不好受。哼，那您这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一文不值的产品来了一趟杭州吗？差不多。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吃饭了啊！快吃饭。妈，你们先吃吧啊！我有事先出去了，不在家吃了啊。哎，还有你，吃完了把碗筷都刷了啊。走，我走了啊。临走不忘压迫你弟，慢点啊！注意安全。哎喂，洛叔，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吧，常大乐来了。哎，朱瑶。你们查到什么了？那个，你看完以后先别急啊。哎，大乐，吴总，事情进展怎么样？不是吴总，这新艺科这边也没什么诚意呀，这对我还挺有戒心的。喂，洛叔，你先帮我问清楚他这次来的目的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你无论如何也要表达我们对这次收购的诚意。我从来到现在连李路书的人影都没见着，我就先不过去了，有事儿电话联系啊。不可能啊！你们说他年纪这么小，怎么去可能骗人钱呢？他要是真的去骗人了，他这辈子都完蛋了。那你们家这怎么办啊？我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。那你知道他今天都做了些什么，联系了什么人吗？我出门的时候，他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呢，应该没联系什么人吧？你赶紧给家里打电话。啊，对，现在就打。哎，喂，爸，我弟在家吗？啊，你弟呀，他刚才说有事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哦，他说出去干什么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我还真没问是什么事儿。行吧，我晚点回去啊，就这样吧，爸。你搞叫个快递，把这个给李总送家里去，不要写李总的名字，就写公司。好的。哎，那个师傅，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呢是这公司的负责人，
我们前台小姑娘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，她好像把那个收件人的号码写错了一位，我就核实一下看看对不对。谢谢。139.3，没错，我还以为写错了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找李洛书。李洛书是初晨同学吧？但是他不住在这儿。他不住这儿啊，不住这儿。要不然你再问问。哦，那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不是李洛书他姐姐吗？常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李洛书啊。是他让你过来的？这小子，把他带回杭州了，还不死心？没事啊，你放心吧。他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一定会阻止他。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没人帮忙，就为你弟弟这事儿来的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我姐还没回来啊？还没呢。哎，这人是没回来呀，电话倒是打了好几通。你说他要找你的话，直接给你打手机不完了吗？他找我干嘛呀？哎，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啊。一个年轻人过来找你那同学李洛书，还记得吗？我说洛书也不住这儿，怎么找咱家来了？啊，是吗？喂，李洛书，出来聊聊呗。没那么多事儿。现在你姐就在我旁边呢啊。我姐。小区门口餐厅，给你5分钟时间。常先生，你们公司还没有给过他任何资金吧？你们俩是不是特缺钱啊？是，我们家是挺缺钱的。不过他要是拿了你们公司的钱，我一定会替他偿还的。哎呦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有个这么好的姐姐。来，你点来。你先坐下。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正好，今天常先生在这儿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老实交代吧。没有什么可交代的。李初晨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不是，等会儿。黎初晨，你不叫李洛书吗？小名啊。我叫什么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既然那么想把产品卖给我们，啊，这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当然跟我有关系了。行了，人家常先生都说了，你拿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要骗人家公司钱，1000多万啊！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种骗人的勾当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可是问过咱爸了，诈骗要判很多年的。诈骗？常先生，您和我姐都说什么了呀？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咱爸妈？有没有想过我？如果你要是出事了，咱们这个家怎么办？
先生，哎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希望你们公司和我合作，可如果就因为这样，你就在我家人面前搬弄是非，这种做法我可是欣赏不了。不是，我要不这样吧，我成全你。喂，吴总。李总啊，常大乐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我和常大乐先生聊得非常的投机，达成了一些合作上的意向。他说他不回北京了，想加入我们团队，让我跟您递个辞呈。好，哥们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姐，我确实休学了，也确实在创业。不过你可以问他，我们产品的核心技术到底值不值1000万？要不是我需要这个钱，我会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吴亚军的手段？先抢注我们的技术，不让我们和其他公司合作，再强制压价。这到底你是骗子还是我们是骗子呀？我承认，你说的没错。我其实的本意是不希望你把东西卖给吴亚军的。就我以前也是搞研发的，我被这帮奸商给骗过。看到你们这样有想法的年轻人，我不希望你重走我的老路，所以才在吴亚军面前一直故意打压你们，让你们知难而退。可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啊，你还害我丢了工作，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？我领情了呀。我不是帮你辞职了吗？我觉得像你这样有创意的年轻人就应该闯一闯，打拼一下，不要老给别人打工，多屈才呀！行，你也不用谢我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大家扯平了，行吧？走吧，姐，姐走。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是我不够信任你。我没生气。走吧。喂，吴总。常大乐，我告诉你，你个忘了。哎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先听我说啊，爷不伺候了，哥们儿毅然决然另觅新主了。记住了啊，是我开的你，不是你开的我，就这么着了啊，拜拜。常大乐那边你也别生他的气啊，也是我先去找他的。这个常大乐，居然还骗你说我诈骗，诈骗！呸！哎呀，行了，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，都是我自己瞎想的。再加上我知道你休学的事儿，脑子一下就懵了。姐，你不会是真的怕我惹了麻烦才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吧？嗯。哎呀，也不全是了，主要还是爸妈需要我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现在休学了，准备怎么办呀？不能以后都不上学了吧？我有我的办法，放心吧。走。进。姐。怎么了？我退学的事就别和爸说了。他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，我不希望他再因为我的事费劲了。罗叔，难为你了。你说这些干嘛？姐是心疼你。还有，北京来的那位常先生，他好像挺看好你们项目的。你害人家丢了工作，明天你好好给人家道个歉。买卖不成，人情还在呢。我给他道歉？我睡了。
你这老头子是不是又没带钥匙？这脑子不要算了。哎呦，你是？阿姨您忘了，我来过的呀。想起来了，你这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洛叔啊，他不住这儿。啊，我知道，这次我找初晨。找初晨？那你是初晨的？我是他同学。那你先进屋里来。沙发上坐啊。好。随便坐，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好的，阿姨。我先给你倒杯水。不是，别客气了，阿姨，我不用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最近啊，他学习比较忙，得等到放学才能回来呢。不用了，阿姨，那个不能耽误他的学习啊，没事。那行。阿姨，那个您几个儿子？我就一个儿子啊，这不吗？初晨，这是他小的时候啊，这个是初晨的姐姐初瑶，我女儿。那这一定是李洛书了。你这孩子，初晨和李洛书是两个人啊，这是初晨，这个也是初晨，啊，你们不是同学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他们俩长得可不一样呢。我记得这个洛书小的时候啊，他要比这个初晨要高一些。洛书这个脸也是小尖梁。看着，来，1、2、3，茄子！初晨小的时候的样子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你是谁呀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是初晨。你不是初晨，你骗我！是我不是初晨，我是他同学吗？你是他同学，那你为什么不上课呀？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你别动！我不动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不是，我是他的以前的同学，刚才跟您说了，您忘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是您。你不准动！我不动。我不记得初晨小时候的样子。初晨。阿姨，妈，你愣着干嘛？打120啊！妈，秀华。妈呢？大夫刚给她说完镇静剂，睡着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就突然发病了？怎么又是生病？妈要是有什么事，我找你。放手，放开！你妈还在这儿躺着呢。去，搞点这头面去看看她去。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他要揍我，也得让我做个明白鬼吧。麻烦你跟我去个地方吧。初晨，妈，我在呢。
那个李小姐，你带我来这儿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李洛书不是我的亲弟弟。啊？我的亲弟弟在这里呢，黎初晨。洛书跟初晨是同班同学，两个人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。啊！我爸昨天带我看了《功夫熊猫》，那对阿宝太好玩了。我本来也要去看的，可是他这周太忙了，没时间。你看，哎，阿宝，给我看看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你看他把我的阿宝踩脏了，这是我妈给我买的，让他赔。哎，你要不是不知道他爹妈没了，谁赔你啊？说谁没爹妈？就说你没爹妈。这样，下次让我爸买一个，换你这踩脏的，行吧？好吧，你说的。你好，我叫黎初晨，你叫李洛书吧。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啊，不对，应该是我们三个。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。我的父母对待洛书，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陆叔在啊！怎么不加菜呀，洛书啊？来，吃点鸡蛋。阿姨，我不吃鸡蛋。怎么了？我吃鸡蛋过敏。再来，多吃点肉。谢谢楚小姐。来，那初晨吃。吃到自己家里吃啊。好。这个位置好，坐这边。这边。哎，啊，这儿。好，就这样，别动了啊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拍照了，拍照了！洛书过来拍全家福了，这是你们家的全家福。我又不是你们家的人，这小子还扭捏上了，去拉他过来！你们拍吧。快！谁说你不是我们家人了？你就是我们家人，快点！你就是我们家的人，跑什么跑？来，楚小姐拿吧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来，真香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好啊！来，来，看着看着看着啊！来，1、2、3，茄子！后来呢？你弟弟怎么就……初晨是初一那年出事的，那是一场我们怎么都没有料到的意外。医生，医生，大夫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初晨，出水！出水！再后来呢？李洛书怎么就成为你弟弟了？因为我妈妈，她把洛书当成了主臣。什么？
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，楚晨？走，回家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玉姐，这是洛书。楚晨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这就是楚晨。妈妈的好楚晨。妈妈的好出城，妈。病人主要是承受不住上次打击，才患的这个 PTSD 这个病，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情况。目前国内外都有这种病例，但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100%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。病人会极力逃避在他脑海当中极其痛苦的那一场面。所以他要急需找一个替代楚晨的这样一个人，以便呢，就是假装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场面。医生，那妈妈她还能恢复的跟以前一样吗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可能，只不过所花费的时间需要长一些。这就要求你们家属一定要100%的配合我们治疗，特别是在夜晚，绝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处，以免给他增加更大的痛苦。目前来看，这孩子倒是唯一一个能够平复病人情绪的人。你们必须和他共同配合，这样呢，才能使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，好吧？大夫，这个实施起来有很大的难度。我们总不能让孩子一直在我们家里待着，让他一直在我爱人面前扮演楚晨吧。叔叔。没事，只要阿姨的病能好起来，我可以以楚晨的身份照顾她。这些年我不在杭州，都是洛叔帮我照顾我爸妈的。洛叔本来可以保送北京的，但是他为了照顾我妈，硬是留在了杭州。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你们俩长得也不像，姓氏也不一样。我们俩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一直都比亲姐弟还要亲。常先生，希望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可以让你对洛叔的印象有所改观。爸，回来了。我妈怎么样了？你弟弟在里边陪着她呢。那个人是谁呀？哪个人啊？今天白天把你妈给发的那个人，是楚晨的朋友啊。他是洛叔工作上认识的朋友，不知道妈的病情，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。工作？你弟弟在外边兼职了？爸，我本来想瞒着你的，其实洛叔他休学了，现在在外面创业呢。好好的学不上，休什么学？创什么业呀？啊，这事你早知道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不行，他是休学，不是退学。他想回去，随时能回去上学的。那也不行，学一定得上。怎么着拿个本科毕业证啊？不能因为咱们家耽误他的前途。哎，爸，你先坐。没有耽误他前途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。还有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他创建了一个新亿科技，好多大老板想要给他投钱呢。现在还不需要他挣钱。爸，您就别硬撑着了。我想找到好工作，洛叔正在创业，
都是想让咱们这个家过得好一点儿。你们也可以想想清福，这是他的选择。长大了，翅膀都硬了，一个比一个有主意。爸呢？我让他先回去了，你也是回去吧，我看着就行。没事儿，我不管。查大乐呢？他走了，我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了。都是我非把这个惹祸精给招来。也不怪你，接下来呢，就希望咱们这个家顺顺利利的。你呢，早日成功，我呀，早日找到好工作，咱爸咱妈都健健康康的。弟弟呢？怎么还没出来？手续办好了？办好了。医生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呀？要不能停，不能说刺激呗。你们两个在外边聊什么呢？赶紧上车，咱们回家了。哎，走。怎么？楼上呗。就知道躺着，你成天能忙点正事吗你啊？老韩。吓人呢你，跟个猴似的你。爸，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一个同学呢想找实习单位，要不然你给他在你公司安排个职位怎么样？不行。爸，不是别人，是黎初瑶。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吗？初瑶比我优秀多了，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直接培养他得了啊！儿子，你说那个黎初瑶是不是就你们班那个班花啊？怎么，喜欢上人家小姑娘，想安排在你爸公司帮你看着？看你说的，我们俩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老韩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呀，儿子帮你推荐这个优秀人才。行，那就明天一起到公司上班啊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那就都别去。妈，哎呀，就让你帮忙安排个小实习，多大点事儿呀！儿子刚刚毕业回来，你让他在家玩几天怎么了？别说玩1年，玩2年，我也养得起。我知道你养得起，你养他一辈子，我没意见。他多大了啊？人家孩子这么大，你就在家里待着成天玩的吗？你至于吗？你为他好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非得搞得这种态度，要是我也不听你的。就是啊。行，管不了。说你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啊，当你答应了啊。怎么样？听妈的。哎，我跟初瑶说一声。你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？干嘛亲自跑一趟？这不是想当面跟你说，让你开心一下吗？工作的事情，你先替我谢谢叔叔吧。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工作，不想总麻烦你。什么叫麻烦呀？咱俩谁跟谁啊？找工作这件事啊，肯定是越快越好，对不对？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。那好吧，你要是想好了，随时来找我啊。哎，现在没事的话，咱一起吃个饭呗。走。老李，哎，老怪，老李，这么急找我啊？干嘛？上次跟着拿的钱嘛，这么长时间了，真的太不好意思了。
说的这么身份感嘛，我又不急着用钱，你要是需要，还拿走。等我真要找你的时候再说。坎儿过去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另外啊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提前退了。你数数，咱们所抢上的奖状减期，2/3都是你挣过来的，就这么迟了，舍得吗？啊？孩子大了，有他们的事要做，我不能把孩子总搁在家里边啊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路过超市就随便买了点儿。还有这么多日用品，咱们那水龙头下面那个柜子里面啊，有的是呢。哎呀，我都忘告诉你，反正都是消耗品，早晚都要用完的。啊，这是买给你跟爸的，拿进去。行。哎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哎，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回来呀？啊，哎呀，干了这么多年革命工作了，退休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跟局里边打了报告了，看看能不能申请提前退休。嘿嘿，哎呀，也好早点享清福啊。嘿嘿。爸，吓我一跳！这么晚了，你这是又出去了？就跟朋友在门口聊了几句，没走远。哦，快睡吧啊！哎，爸，我问你个事儿。说。好好的，你为什么突然提前退休啊？到年纪了呗。哎。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了北京面试的工作，洛叔又休学了？你们都长大了，马上就要进入社会，步入职场了。现在外边压力多大呀！洛叔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，不能因为你妈这病就把人家永远的拴在咱们家里边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我还有什么折腾头，是吧？早点退休，早点享清福，啊，接好你们俩的班，把你妈照顾好，好好做好咱们家的后勤工作。你们两个踏踏实实的拼搏，两全其美的事儿。你这小脸拉这么长干啥？我不想让你因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工作，而且你还得了那么多奖。爸，我想好了，以后就让我来接洛叔的吧。杭州的工作我都找好了，一点都不比北京的差，而且我可以随时去上班的。刚毕业就让你为家里边操这么大的心，爸只会当警察，不会赚大钱，能为别人排忧解难，却帮助不了自己的家里人。我这爸当的不合格。谁说的？从小我就觉得我爸是警察这件事儿特别帅，而且你每次穿着制服来学校接我的时候，我同学都羡慕死了。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给我个机会。
让我照顾咱们这个家。喂，喂，汉子墨，你白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，你可以随时来上班。好，谢谢你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睡了，睡了。给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现有的一款产品。你说咱妈的病总不让她出门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就设计这个手环。它不仅能像其他手环一样监测心率，还有生理状况，我还加入了 GPS， 还有震动装置，这样即便我们不在，它也可以提醒咱妈按时吃药。而且她万一出现什么事儿，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她的位置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切，这几年你为这个家做的太多了。这个家就是我生活全部的动力，说什么呢？行，回头我就给妈带上。嗯。哎，兄弟，哎，给哪儿呢？哎，找你半天，电话都快打没电了。啊，你赶紧来接我呀！啊，我在。喂，喂，关键时刻没电啊！哎，兄弟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手机出门忘充电了，你们找朋友着急，你的电话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哈哈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用吧。来，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啊。还不接电话，你说？哎，兄弟，你包让你朋友拿走了。我的。得，终日打雁被雁啄了也。行了，那几个扒手的体貌特征呢，我们已经掌握了。这样，你呢就先在这个位置啊签个字，然后回去呢安心的等待我们的消息就行了。可是，那个警察同志，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身份证、手机、钱包都丢了，我回去也只能是露宿街头啊。这样啊，那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在杭州还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？
爸，你那边事情怎么样了？提前退休这事儿啊，好像暂时也不行了，上面不批。我就知道，你可是所里的香饽饽，人家哪能那么轻易放过你呀？你工作啊，你就好好办，家里交给我好。什么话能从我闺女嘴里说出来，就这么招人听？夸咱爸是宝贝呢。来，哎呦，别说儿子孝顺啊，就你儿子好，嘿嘿，可不怎么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谁呀？这么晚？你去看看。好。我妈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干嘛还敢来？我也不想来，可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我去看看。未来是大龙军汽车人。哎，没事。你不是走了吗？孙子才不想走呢！我今儿一到车站，我行李就被人给抢了，钱包、身份证都在里面，那我能去哪儿啊？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。你该报案，你来我家嘛。我报了呀，可人家处理不是也需要时间吗？我在杭州就只认识你，你说我能去哪儿啊？而且我这身无分文的，从车站走过来的。等一下吧。在大学最后5年，你只跟我和他告别。哎，初晨，谁呀？啊，同学来借书的。借书？那你书呢？忘了。哎，这孩子。毛毛躁躁的谁呀？孩子们学习的事儿。怎么样了，胖子？打开。这还不够啊？不是我不是来要钱的。再说我身份证也没了，我也住不了宾馆，买不了车票啊。大晚上的我能去哪儿啊？网吧。啊，网吧也要什么的？对哦。那没戏啊！不是，我可以当哑巴，哑巴什么也没有，赶紧走。让他进来吧。妈这边，我都听见了，你爸刚吃完药，睡下。再说，你爸是个警察，为老百姓排忧解难，也是我的职责范围。他是真遇到困难了。进来吧。谢谢叔叔。哎，孩子饿坏了这。
别着急了啊。我给那个站前派出所所长打电话了，他那边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谢叔叔，谢叔叔。身份证可以异地补办，你先去派出所办了个挂失，就是时间长点儿，你可以先办一个临时身份证。这样的话，在有效期限，你是住宿也好，办机票啊，还是火车票都不耽误事儿，啊。谢叔叔。对了，赶紧的给你那手机运营商打电话，办一个电话卡的挂失，啊。另外，在手机绑的什么支付宝啊，什么这个微信呐、银行卡也赶紧办理挂失，回到你原住地再重新补领卡。好，谢叔叔。年轻人出门没经验呐，这也好，给你个教训。你说你的电话啊、身份证、钱包、银行卡，你不能放一起，你这一丢不全一锅端了吗？我就是没经验，下回一定记住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你除了会说谢谢叔叔之外，还会说什么呀？谢谢姐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出神，谢谢出神。我那再来一碗吧。有。你真能吃。我走了几十里的路了，前胸贴后背了吗？我都。我今晚住哪儿啊？今天晚上啊，你就跟初晨凑合一晚上好，就是出人乐意，我就乐意，我怎么都行。打地铺啊，没事，你让我住哪我就住哪。谢谢叔叔。给。谢谢。是。你睡觉不说梦话不打呼吧？哎，你能不能别翻来覆去的？我换枕头了，有点睡不着。明天我妈要是看见你，你就说是我同学，别乱说话啊！哎呀，知道啦，我明天当哑巴。你只能睡今天一宿啊，明天搬出去。不是，那我还能睡哪儿啊？球公司吧。哦。哎，那咱俩的合作，我承认，你确实比我们多一些创业的经验，但就冲你这做事不过脑子的性格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和你合作呀？你的能力还有想法，我是一点都不了解。你说吧，你除了会惹麻烦，还能干嘛？说实话，你团队没有我还真不行。胡说八道！听我说呀。哎，你们这个产品设计理念是不是冲着远程医疗去的？是。但是远程医疗这个概念本身它就是条死胡同。按照我的设想，你只有转型做健身，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。而我，就是可以帮你转型成功的人。最初做这个产品主要是为了我母亲的病。你说做健身这一点，我还真没想过。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你没想过，你就把它给卖了吧？哎，如果你这么草草的把它给卖了，那你将来一定会像我一样后悔的。你这嘴里能不能有点好话呀？再说我后不后悔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行，
我说不动你。没有找你姐，就让你姐和你说，你姐的话你一定是听的。你怎么又要找我姐？你是不是看上我姐了啊？什么呀？我是觉得你姐比你通情达理、明辨是非。哎，你说我当初来的时候啊，你要不是为了躲着我，你把你身上故事跟我说一说，我能那么鲁莽来你家跟你妈说那些话吗？所以说这跟你也是有一定责任的。所以现在是怪我了呗？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想表达的是，我是想为你好。行了，睡觉，一句好话都没有。不是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行不行？给个痛快话呗。你再多说一句，你就给我出去。把灯关。初晨啊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洗洗手，吃饭了啊！你爸都准备好了，听到没有？刚才进去的不是你呀，是你姐啊！啊，还以为是你呢。啊，我姐。妈。这里边是谁啊？昨天我不是来一同学借书嘛，然后太晚了，就没走，留下了。对，我们怕打扰你，等你睡了，我们才让他进来。对，我知道，孩子们怕把你吵着。你们两个补习都得到后半夜了吧？好像是。对他家还特别远。对，好像挺远的。太远了，没公交车了，再说也不安全。对，然后就跟我这屋睡去了。那行吧，那你叫他一会儿跟咱们一起吃早饭，然后跟你一块儿去上学。行，哎，赶紧啊，别让他出来。看他这用完了没有？赶紧快点吧。行，再来一次啊。哎，叫他出来啊！啊，行。给我吓一跳啊！没事儿。啊，我妈。妈。叫阿姨。阿姨。哎。我认识你，你上次来过我们家。你说你是初晨的同学，你叫乐乐。一直乐着呢。你叫乐乐。我叫乐乐。那一会儿一起吃饭，啊？哎，快，赶紧洗漱，快吃，快。好，哎，来，快点啊！咱们先吃。聊点正事儿吧。不是故意的吗？算了，大爷，
知道稳当点。大学毕业了，还这么吊儿郎当的，你说你能有点正经事儿？我这不是给你介绍了一个好员工吗？这不就是正经事儿吗？我这叫编外 HR。你能有正经事？那个人我还没看到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样子。那个黎初瑶，这吓了我一身汗啊！哎，你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？这别回头想起上次的事儿。他当时要是想不起来就没关系。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你家。你妈太吓人了。怎么说话？你全家都吓人。洛叔啊，人家是客人，你别凶人家。你那有床没？一定要给他安排好了啊。没有。你赶紧办身份证，办完赶紧走。我这，别到时候跟你一样，马屎驴粪蛋表面光。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了。你别这样嘛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总得照顾一下嘛。你毕竟是儿子介绍的，错不了的。错不了。我看是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又吵吵什么呢？你儿子不是好东西，那你是什么呀？儿子，别听你爸的，咱自家开的公司，安排个工作不就小事一桩吗？明天啊，叫黎初瑶来上班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？啊？那我跟他说了啊啊！李小姐，你看看你弟弟这态度，我好歹来杭州也是真心实意帮他的。虽然我闯祸了，但那还不是因为你故意躲着不见我。你让我留下来，我还不一定乐意呢。行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可以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得等办完临时身份证之后吗？看你小气的样子。我小气，你最棒，行吗？哎呦，好啦，你们就别斗嘴了。洛叔，如果常先生愿意合作的话，你应该考虑考虑的。看看，什么叫通情达理、明辨是非啊？谢谢阿姐。你通情达理。喂，喂，初瑶，我告你个好消息啊，工作的事情我已经跟我爸说好了。这么快啊？不用面试吗？不用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根本不需要。我爸还想让你早点来报道呢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啊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对了，晚上有时间吗？咱们庆祝一下。啊，把你弟还有林雨、秦云一起叫上，我搞一个派对。啊，咱就这么说好啊。晚上不见不散。今天怎么了？是韩子墨，他帮我在他爸公司找了一份工作。那不是好事吗？可我总觉得是走后门进去的，怪别扭的。你得先抓住机会，才有空间去施展本事。好事，就是。他说晚上有个聚会要庆祝一下，邀请你一起去。哎，我去。正好我最近诸事不顺啊，太需要好好热闹，喝点酒消消愁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问你了吗？常先生也一起去吧，他们都是我们以前同学，你也可以认识，交个朋友，以后也可以互相照顾照顾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这以前就是因为朋友圈太窄、太封闭了，正好去认识你们这些精英。你呢，乐叔？你说吧，这聚会是不是得喝酒啊？那我一旦喝多了，哎呀，太危险了。行，我去。我去。干杯！这叫
不打不相识，原来是场误会，害得我们大家都替他担心呢。这个都怪我自反。不，都怪我糊涂，不应该怀疑洛叔。黎初阳，你这脑洞真的是大开啊！你说你脑补了多少洛叔诈骗的情节呀？行了，担心了半天，洛叔没事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洛叔，那你那个创业公司谁给你注入的资金啊？自己筹了一部分，大多数还是协调资助。可以啊。那咱们为了年轻有为的洛叔以及他创办的公司能越来越好，咱们再干一杯。哎，别，他才是主角啊！那个，对，为吃完的亏来，干杯，好吧？干杯！谢谢大家，真好，真希望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，以及每一年的每个夜晚，我们都能像现在这样，听听歌，喝喝小酒，看着夜景，无忧无虑啊。可是啊，梦想很美好，现实却很残酷。咱总得工作，总得升职加薪，总得结婚吧。我呢，希望我爸给我留下足够的钱啊，带上我心爱的人是畅游这个世界，玩得痛快。我可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这个天台上，这个酒吧里，还有这座城市，对不对，初瑶？我觉得这个城市挺好的呀，这个城市有我们的家人，有朋友，还有洛叔。我的梦想呢，就是买一座大房子，然后让我所有的家人都住在里面。哎，洛叔，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就希望咱妈的病早点好起来吧。希望初晨能看到这一切。放心吧，初晨一直都在的，他一定会看到的。对了，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，我和秦云要结婚了！真的？那恭喜啊！哎，秦云，你想要多少红包？随便说，随便开。哎呀，随便。兄弟，那你该不会要这个酒吧吧？还是这幢楼啊？你可别狮子大开口啊！那个婚礼车场面的豪车你负责啊？怎么的？就这样啊？咋了？太简单了吧？放心吧，包我身上了。来，好啊！说了哈。有寄托，有深爱的人，有喜欢和落脚的城市，真好。不像我，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，可一会儿20多喽。我上个厕所。喝多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拿个水给他。你和初瑶怎么样？进展如何？不刚才也看到了，不接我茬啊。那你得抓紧啊！刚好趁他回来，你得加强攻势。就是啊，初瑶心事重，你就看洛叔这个事儿，知道什么是亲疏远近了吧？啊，他要心里有事儿，未必能第一个想到你。瞎说什么呢？那该怎么办啊？我有一个办法。哎，初瑶不是要去你爸公司上班了吗？刚好你就趁着这个机会，在公司跟他来一个公开大表白。公开？对啊，公开啊，显得你多么重视对初瑶的爱，他肯定会感动的。你确定啊？反正要是秦云当初能这么跟我表白，那我肯定会乐晕过去的。那行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么办了啊。你是她闺蜜，你比我懂她，那我试试。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？
乐叔啊，我觉得找一个心爱的人落脚挺有道理。我之前就有这么一个算是初恋女朋友吧，我们俩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从小那是一块儿长大的。可那时候我只是把她当妹妹，也就没太在意她对我的情感，还挺伤她的。然后她就离开了我当时的那座城市，现在想还挺后悔的。哎，你相不相信这种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感情？就是那种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，这个感情是会发生那种微妙的变化的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？不知道。你能不那么虚伪吗？只是有的时候人不愿意面对吧。说的就是你姐，她也不能说是你姐，就初瑶。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啊，你们俩这种感情是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的。你别瞎说。怎么叫瞎说呀？你不承认也没用，就你刚才那眼神，骗不了我。哎呀，姐，第一天上班紧张吗？你也太小瞧你姐了吧？我不紧张，就是有点兴奋。可是不知道韩子墨跟他爸怎么说的我可不想就在公司里做些杂活，传传话啊、倒水啊什么的。是啊，那也太屈才了。我可是北大的高材生哎。不过我这次可以赚到钱了，就可以为你、为咱们这个家分担一些。怎么还有我呢？当然啦，等姐赚了钱，你就可以轻松一点，去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哟，突然对我这么好，你也不适应。哎，你怎么来啦？今天第一天上班嘛，我送你去公司。子墨，我说去上班又不是出去玩。再说了，那是你爸的公司，让人看见影响多不好啊。行，我知道你要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嘛。那这样，我送你到公司楼下，我不上去，行吧？啊，对了，叔，你去哪儿？一起送你。我不顺路，您的吧。那行。那我走了。第一天，走了。这小子胆儿够肥的呀，敢到你们家去闹事儿？哎，他这2天住这儿，咱哥几个找个时间收拾他一下。行了，他已经够惨的了，都跟吴亚军闹僵了，都不知道吴亚军现在怎么想咱们呢？说不定还以为我们把他策反了呢。策反？你刚看见那片呢？你别打岔。是啊，这个你先站着，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让我爸给你调。我才不会挑3拣4的呢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行，哎，公司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摆平。子墨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但是我既然都选择这份工作了，我就一定会做好，也一定会处理好跟同事的关系。你就不要插手了，好吗？好，哎，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。我们接下来也不可能把东西卖给他了。关键这个吴亚军在行业内从中作梗，现在也没有别的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了呀。
其实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我们可以自己把它做下去。这想做容易，可做起来难啊，罗叔。咱们现在缺的就是钱，钱呢？哎，大不了咱们自己跑跑，自己搞推销，从小做起嘛。你好，我叫黎舒瑶，是过来办入职的。啊，李小姐，您就是来实习的呀？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有什么不懂的一定要来找我。好，这边请。哎，好。请进。郝总监，黎初瑶到了。好，啊，你把齐毅叫过来一下。好的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龙翔的人力总监郝晨。我是黎初瑶。请坐。你呢？来了！什么来了？哎呀，就是那个走后门的，叫黎初瑶。来了。哎，你确定他是走后门的吗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是韩总那边直接决定的。可韩总这人你也知道，六亲不认，灭绝师祖，不可能把亲信介绍进来啊。不管了，反正咱对人客气点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我觉得也是。哦，对了，郝晨喊你去办公室，赶紧去看看吧。你的简历我都看过了，非常出色，你绝对是我们龙翔需要的人才。公司给你安排的职务是总裁办的实习生。谢谢。郝总监，找我啊？对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董事长助理齐毅。你好，齐毅姐。你好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直接问他。好。黎初瑶。走吧，我带你看看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吗？您这有不放鸡蛋的蛋糕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要这个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大家停一下手上的工作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们的新同事，他叫黎初瑶，大家鼓掌欢迎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坐起来接着干活吧。来，这里就是你的位置，以后你就在这儿开始你的新工作。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找我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好的，齐毅姐。太客气了，那个你赶紧坐下来休息会儿吧。啊，哎，齐毅姐，我有什么工作要做吗？啊，其实我们公司还蛮闲的，你就先刷刷朋友圈吧。周晨回来了。
对我呢？啊，六叔，六叔，哎，骆叔叔您回来了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在我家附近喊我出差。小子这脑子一装修给忘了。你什么时候回北京？我们俩这合作不是还没谈妥呢吗？我又没答应和你合作，你赖着不走也没用啊。哎，叔叔阿姨，那个初晨买蛋糕回来了。叔叔阿姨，叔叔，哎，家里没人啊？说吧，你今天是干嘛来的？哇，我呢，就是让你看一看，我这几天在你公司到底做了些什么。来，这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你们公司要转型吗？这是我这些天的调研成果。那个，你们公司现在啊，对外导出的数据啊，太过专业，市场呢太窄，但是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却是大大的提高了。哎，你这相当于给自己挖了一坑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技术革新赶不上你的更新速度的话，你很快就会被用户抛弃的。我就不说别的了，如果活跃用户的这个数量达不到预期值的话，这投资商是有权撤资的。那你的意思是健身就可以啊？你往后看呀，哎，后面的才是核心呢。这身体运动之后啊，动能量消耗的测法啊，双标水计法、心率记录法，还有这个间接测热法以及加速度计法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可以融在你的这个手环里面的。这样呢，你的手环它的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强大，市场呢也会更加广阔。这个想法倒是不错，看来你没少花费心思呀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是熬了好几个通宵啊，那是我呀，还得防止你们公司那几个小子偷我的想法，都是他们不在的时候半夜做的。哎，要不要来一口？吃一口。吃一？我让你吃了吗？不是你买蛋糕不就是吃的吗？这是给我姐买的入职蛋糕。算了啊？那我回头再给他买一份还不行吗？哎，不用了，反正今天他也不回来吃饭。哦。哎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说这个想法也很好，那我进入你们信义科技入伙这事儿是不是可以敲定一下了？这样吧，你和我回公司，我们大家商量一下。行。哎，你真不吃了？走。啊。韩总。你就是黎书瑶吧？嗯。您是韩叔叔吧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咖啡厅，以后说话注意称谓，李小姐。哦，好的，韩总。你跟韩子墨是朋友，对吧？嗯。李小姐，我给你提个醒儿，你记住，
在龙翔靠的是实力，不是朋友。你要是认为你认识那个韩什么子墨就可以沾什么光、成什么东风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韩子墨在我这儿就是个屁。懂？韩总好。韩总好。常大乐这次来呢，是有一些想法想和我们分享一下，咱们听一听吧。啊，凭什么听他的呀？上次要不是他搅局，钱早就拿到了。你这叫鼠目寸光，知道吗？你骂谁呢？哎，行了，说正事吧。首先，我认为应该正确的理解用户需求，准确的转换产品功能，才能实现真正的产品价值。你们之前产品所导出的数据太过于专业，所以针对性用户只能是极少数的医疗人员，甚至是专业对口的医疗人员，这就导致了你们的用户范围大大的缩窄，但是对于技术的要求却大大的提高了。这相当于知道什么叫自己给自己挖一大坑吗？这些文件上都有名字，一份文件对应一位客户，一会儿进去我在前面发，你跟着我就行。好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搞错顺序。高兴啊，王总，欢迎欢迎啊！我这龙翔给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大饭，你可以看一看啊，怎么跟我们去合作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你们的技术革新赶不上速度的话，那么你们很快就会被用户所抛弃，从而退出市场。哎，现在我国注册在案的医师总数大概在300到500万之间，在按科室细分之后，有可能使用到咱们产品的人数，连这个数的1/20都不到。没错，顶尖的技术如果用不在点子上的话，那就叫浪费。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改版，而且要改变产品方向。不好意思，这份东西不是我的，连名字都写错了。我的也错了，这不是我的名字。徐助理，公司这么重要的商务活动，你能给我带个有脑子的吗？啊？我说错了是吗？作为公司的采购总监，我有义务提醒你一句：如果真的按照你的想法来做，那跟洗版重来没什么区别，还得继续往里投钱。先不说咱们有没有钱吧，就算有钱，能不能赶上科技展会还不一定呢。不是，还要投啊？我就剩这么点存款了，再投老婆本都没了。哎，你能不能不改了？咱想别的办法。不改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赶紧给我换人。对不起，韩总，他是新来的实习生，还不是很熟悉工作。他是新来的，你也是新来的啊！他是菜鸟，你也是菜鸟啊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，我龙翔不养闲人啊！我不管是通过什么关系、什么途径到的这个公司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立刻走人。我马上处理。出去等我。你也可以出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那当我今天没有来过。海阔天空，我找一个不固步自封的团队很容易，但是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这个团队是否还会存在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你想怎么干？很简单，改健身。啊？数据显示，2015年4月到2016年3月，中国健身房最多的前10大城市中，有8个城市健身房增长超过50%。2015年，我国经常参与体育健身人口约4亿，体育产业规模投入约为1.35万亿。到2020年，上述2个指标有望达4.35亿和3万亿。没错。现在的成年人越来越注重自身健康和形体，
并且逐步的会在网上下载健身 APP 或者健身视频来进行锻炼。想一想，这是多么大的一群消费群体啊！我们只需要改变产品方向和软件程序，用户量直接会翻好几倍的。这个呢，也是我这次叫他来的目的。我是觉得新义科技就这么卖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但是这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还是应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我表个态，我同意继续做下去。哎，我不同意啊！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那行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我们就欢迎常大乐先生加入新义科技。那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李初阳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你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吗？愣着干嘛呀？赶紧去找同事，找到资料，好好提前做功课。下次要是再出什么岔子，可没人给你兜着。好。姐姐，你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那个李初阳他不是什么善茬，万一这家伙关系……你以为我傻呀？我跟你说，刚才在会议室啊，就因为他，韩总发了好大一通火。虽然当时没有点他的名，但是我能肯定，绝对没有给他留面子。既然这样，我何必处处让着他呢？公司的风向阴晴不定的，跟着董事长肯定不会有错，对吧？姐姐，还是你脑子转得快。那必须的，跟姐学着点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家酒店太小了。这个价钱啊，能找到这个地方就已经不错了。清源，我家去10桌人呢，10桌，你又不知道我妈这人好面子。再说了，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哦，你让那么大一群人挤在这么个小地方，我妈也不得气爆炸。但咱也得考虑成本问题，对吧？成本超了可以赚，抹了我妈面子那可挽救不了啊。你妈这是嫁闺女呢，还是办排场？虚荣。那是我妈，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，哦，我为她的虚荣买单，那怎么了？怎么着？你是觉得不满意还是怎么的？行，不满意那就别结了。爱结不结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爱结不结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啊？别结了。不是，媳妇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我的意思呢是，你爱结不结，我是非得跟你结。不是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哎呦，你少喝点吧，吃点东西。啊，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多不容易啊！我跟你说过的，我爸妈压根儿就不同意我跟秦云的事儿。要不是我死乞白赖、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那秦云能娶得到我吗？
啊，到头来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婚礼，他就不能哄哄我，让让我？对对对，这件事啊是秦云不对，不过你想，他也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就体谅体谅他呗。唉，人呐，活着真的是太难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别喝了。你说吧，你为结婚烦，我为工作烦，人都是有烦心事儿。工作，你怎么了？我呢有个上司叫齐毅，他每天啊就各种找我茬。对不起啊，齐毅姐，我真的是太紧张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自己不知道找原因，怪到我的头上是不是？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爱心援救组织。今天下午又把我骂了一顿，听着有点不太对啊，他故意的吧？挺好的嘛，我个屁呀！这样，媳妇儿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反正你能耐。媳妇儿，结婚的事儿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都听你的。自己说的，爱结不结，爱结不结，你说的，秦远。没有啊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我问你，几桌？啊10、15、20、50。好好好，50就50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行了，你赶紧把他带过去吧，他喝了不少酒了。好嘞，今儿谢谢你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老婆，50。哎，50，走，回家，回家，咱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咱回家再说。这么晚了，喝酒了？林宇心情不好，我就陪他喝了点。他心情不好，你喝什么酒啊？你也心情不好了，工作不顺利。你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姐我美丽机智，人见人爱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？厚脸皮，这不叫厚脸皮，这叫自信，懂吗？行，自信自信。好啦，本仙女要去睡美容觉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也赶紧睡吧。哎，谢谢你等我到这么晚。我不等你，爸妈也不放心啊。你把水喝了吧。我弟真贴心。慢点啊！来，没笑死了。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哎，你没跟初瑶聊聊韩国呀？妈呀，差点忘了个大事了。喂，初瑶，在你家公司被人欺负了。什么？这些文件都已经盖过章了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绿色的是法务部的，白色的是财务部的，粉色的是销售部的。一会儿你送到各个部门去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记清楚了吗？好。
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啊！3个月，咱们只有3个月，这是咱们完善产品阶段所有时间。啊，这不等于把原定的上市时间给提前了吗？之前因为互助社交的事儿，我们耽误太多时间了。要想在市场抢占先机，一定要把这些时间争取回来。我同意。这样吧，咱们分配一下工作。思怡，你去找一些专业的健身教练来做顾问。嗯。那移动端的 App 开发还有硬件改善，交给你们3个了。好。大乐，你和我去工厂先定制一下样品，3个月后我们内测。3个月之后内测的话，就我们现在而言，确实有点赶了点儿。就算加班加点，连续加3个月的班，那还不废了？所以啊，我作为新艺科技的 CTO， 我就要以身作则，加班加点的完成任务。你怎么就成 CTO 了？我就是 CTO。我是 CTO。我是要成 CTO， 有你什么样？我是 CTO。小韩总。小韩总。小韩总，我坏了。楚瑶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别跪下！你要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不站起来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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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你拉我起来就默认了啊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喂喂喂，没事干是不是？回来工作。闲的。楚瑶，这个呢是我的全部家当，现在就归你保管了。当然，以后咱们家的财政大权都由你来决定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有我的身份证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随时可以去民政局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楚瑶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韩子墨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哪？哎呀，反正是自己家的公司，这样也挺好的。大家都知道我在追你，以后啊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啊，我的事你就别跟着我操心了，行吗？楚瑶，你看我都这样追你了，你说你是答应呢？答应呢？还是答应呢？不答应。我生气了，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答应吗？多一句吧，情话挺啥呀？不是呀，我都像啊，虚的。啊，能露多少？琪琪姐，我的文件呢？文件我已经让别人帮你去送走了。那我，小黎，你现在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在位子上待着，有工作我会教你的。
昨天就看你不对劲儿，你说你工作上不顺利，怎么不早和我说呀？是我自己工作能力的问题，也不能怪别人给我挑毛病吧。唉，再加上韩子墨今天这么一闹啊，我以后在公司更没法混了。不过这个齐要是故意找你麻烦，你也没必要忍着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不想想了，就这样。哎，今天这事儿不许告诉咱爸咱妈啊。知道了。是。你怎么想着今天约我了？想和你聊聊我姐。怎么了？她该不会回家骂我了吧？那倒没有，主要是关于你们公司那个奇异。看来你也知道这事儿了。按你来说说啊，如果这事搁到你身上，你气不气？这事你倒是痛快了。你想过我姐的感受吗？她以后在公司还怎么工作？别人会怎么看她？凡事处理的过于极端，都会过犹不及，适得其反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觉得你应该出面再解决一下。没错，我也觉得不合适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来说说。你只要让她明白，我姐对她造成不了任何威胁，给她足够的安全感，再换个态度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还有啊，不能让我姐知道，这样她压力会更大的。这我知道。齐助理，小韩总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可没有欺负初瑶啊！啊不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今天来呢是要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哎呀，您言重了，这很正常嘛。那个是这样，我跟黎初瑶呢认识了很多年，我挺喜欢她的。我把她安排龙翔呢，也是为了当一个跳板。下一步呢，我打算让她跳到我们家来，你明白吧？我明白。你放心，小韩总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黎初瑶的。好，那就行。黎初瑶这个人呢，特别喜欢忙活，你该有什么工作你就给她安排。她要是做的有问题的话，你就多担待一点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初瑶，这个是公司新项目的文案，你看一下，然后写一份评估报告给我。哦。公司的文案格式是统一的，我已经让同事发到你的邮箱了，你按那个来就可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慢慢开始熟悉公司的业务内容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就可以。好，谢谢齐怡姐。太客气了，赶紧忙吧。哎。嘛呢？这开会的时候你手机信息一直不断的，还挺乐呵，有啥好事啊？我姐在公司遇上点麻烦，我让韩子墨解决了。韩子墨帮黎初瑶。啊，也对。这上次聚会的时候吧，
韩子墨对你姐那点小心思，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。可是我觉得吧，韩子墨那种没心没肺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你姐。哎，你可倒好啊，那当弟弟的不知道把关，还把你姐推给韩子墨了，你怎么想的？他怎么想，我也管不着啊。反正我觉得韩子墨不靠谱，他跟你姐不合适。他和我姐不合适，那你对我姐怎么这么上心啊？我不是觉得你姐比你好多了吗？关心关心嘛。你就是喜欢我姐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啊！我劝你收敛一点。我可不想当你小舅子啊！你这想法不好啊！我怎么就看上你姐了？回来。C，健身顾问的事怎么样？我挑选了5个候选人，经过数据的筛选和比对，目前张志远是最适合我们这个项目的。来，让我看你眼光怎么样啊？就这胳膊啊，这粗大腿，确定不是牛蛙的变种人？馋嘴蛙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学员跟他上课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馋嘴蛙？这明明就是超级赛亚人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们都闭嘴啊！你们要相信我，这是我挑选的最适合我的了。阳光硬朗，对吧？那正好，你和我去一趟，咱们接触一下。哎，那个牛思义去绝对不会有问题的，比刘关张加起来都管用。哦，哎，对，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。去就去。你好，你好我想找一下张志远。你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有的，新义科技的牛思义。二位请进，张教练在里面等着你们呢。好。欢迎二位，您是张志远张教练？对，我就是健身教练张志远。二位看到后面那道墙了吗？那个奖状是我在全国的一些比赛之中获得的。我的偶像全球健美先生施瓦辛格曾经说过，只有在训练中不断增长，力量才能进步。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这才是力量。我本人的梦想呢，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健身的快乐。我呢，最擅长的就是女士的媒体塑形。二位也看到了，在我这里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，像你这样的加入我们的会员，再合什么夸？我不是来办卡的。推销的。哎，不是，张教练，刚才你也说了，你最大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健身的快乐。那我们的产品呢，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。这么说吧，我们新义科技呢是一家自主创业公司，我们希望把现有的一款医疗功能性设备拓展到健身领域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两个呢也不是专业的健身人士，所以想请你这样资深的专业教练来给我们一些建议。这样吧，思义，办张卡。唉，产品没推销出去，害我办了1年健身卡，净乱花钱。你没发现他特别抵触我们吗？办一张卡至少能多一些交流的机会。再者说，你之前不是调查过吗？他手下教练和学员的数量怎么样？还真不少。那如果他们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产品测试的话，
那我们上线的周期可以缩短多少呢？